咱来看幻象2000伫台湾有将近30档路发生过9件飞安事故，有5个飞官殉职，8个飞官有风救起来。7台幻象2000报销，即嘛是剩53台。幻象2000个风叫做法国贵族，一台就爱13亿哦。为何佮有操作费用嘛是贵三三？最近哦，佮定定应付中国的军机，所以飞安的压力是真大。伫崔泽暗，搁再传出空军幻象2000战机因为不明原因摔下海，好佳在飞行员顺利跳伞被救。但是幻象2000自1997年来台了后，已经发生过9遍重大飞安事故。其中2012年是咱国飞官去法国接受训练时阵，起飞了后故障，所以殉职。伊若伫台湾1999、2001年、2002年、2013年、2017年也拢有失事的记录，造成4个人殉职，7个人被救。上最近一遍是发生伫咧2022年，幻象敢若是因为机器故障，伫台东外海摔下海，飞官黄仲凯跳伞了后被救。后续一点在这边规划。咱空军接装的60台幻象2000，目前已经损失7台。不过幻象是咱国3型主力战机之一，被定位将做高空作战一个哪吒任务的第一顺位，即嘛已经是到中寿期，而且无用伫咧处理逐工拢飞过海峡中线的强机，飞安的压力真大。性能优异的高度拦截机，每秒钟的爬升率将近280公尺，比 F16还有 IDF 快。幻象2000的确是失事率比较高的，大概是16%，可能是由于三角翼的关系，所以操作需要特别的技巧。因那幻象2000，互人叫做法国贵族，一台就要13亿，为何讲操作的费用也拢比 F16一个国产的 IDF 战机也更加悬？是唯一也未进行整体研修、将性能提升工程的机型。虽然2024国防预算内面有编243亿的经费，买为幻象战机属性，提升妥善率。不过，是不是有飞安的风险，也伫咧讨论。F16V Block 20，还有 IDF 以及新导入的爬升率高的这 F16V Block 70，相互搭配。如此可以在兼顾战力成本的情况之下，就是适度的让幻象2000延寿。军事专家认为，伫咧美国维护台湾的66台 F16V 新型战机交会了后，就能考虑和部分的幻象2000研修，其他是封存起来，来确保空军会当维持完整的战力。